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70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70天，也是穆杰塔巴哈梅內二音信全無，人間消失的第70天。不過就在這第70天，還是出現了一些詭異的現象。首先一覺醒來，霍爾木茲海峽又變天了。霍爾木茲海峽又是陰雲密布，發生了擦槍走火的現象，火藥味拉滿。根據美方的說法，說3艘美軍驅逐艦特拉克斯頓號等還有另外2艘穿過霍爾木茲海峽時，遭到伊朗導彈、無人機和快艇的無端攻襲擊。美方攔截後自衛，對伊朗導彈陣地、指揮中心等目標實施了定點打擊，並稱3艘這個軍艦毫髮無傷。那根據伊朗的說法，美軍先違反停火，襲擊了伊朗油輪以及沿海區域，伊方以反擊對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軍艦艇造成重大損失。這個損失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主要是心理陰影。對方3艘艦艇已撤離，同時德黑蘭等地啟動了防空系統。按照特朗普的說法，說這只是個小小的懲罰，輕輕的敲打，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也就是這個不算開火。美國和伊朗現在還處在停火期間，也不算是破壞了這個停火協議。但同時特朗普又放話說，不盡快簽協議就來更狠的。具體怎麼回事？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上面又發了一個長文介紹，他說3艘世界級的美國驅逐艦剛剛在炮火中順利通過霍爾木茲海峽，3艘驅逐艦沒有受到損壞，但伊朗襲擊者遭到了極大的傷害。他們與許多小船一起被完全摧毀，這些小船正被用來取代他們完全被斬首的海軍，就是那個摩托艇。這些摩托艇迅速而高效地沉入海底，導彈向我們的驅逐艦發射，很容易被擊落。同樣，無人機來了，在空中被焚燒。他們如此美麗地墜入大海，就像一隻蝴蝶墜入墳墓。這個特朗普不知道這玩意兒是他自己寫的還是秘書幫他寫的，他要寫這麼多東西，這不容易。一個80來歲的人，大半夜裡面發這種長篇大論。特朗普說，一個正常的國家會允許這些驅逐艦通過，但伊朗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他們由毛拉領導，有神棍。如果他們有機會使用核武器，他們會毫無疑問的這樣做，但他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就像我們今天再次把他們擊倒一樣。如果他們不簽署協議，我們將來會更難、更猛烈的把他們擊倒。快點，我們的3艘驅逐艦及其出色的船員現在正將重新加入我們的海軍封鎖，這真是一堵鋼鐵之牆。昨天美國媒體還說特朗普要跟伊朗人簽一張紙的叫停火備忘錄，結果昨天晚上雙方就打起來了，擦槍走火。你說波斯灣的局勢確實比較微妙。特朗普他雖然一邊說這只是伊朗方面的小打小鬧，但同時他也強調，如果停火不存在了，你們記者根本不用問，你們會看到伊朗火光衝天。特朗普又說了個模棱兩可的話，他說與伊朗達成協議可能不會發生，但也可能隨時發生。這個特朗普不知道從哪兒得到這個數據啊，他說這個伊朗原有159艘海軍艦艇現已被全部擊沉入海底。於是伊朗改用快艇，這類快艇僅速度快，前方配有機槍手，如今也遭到美軍打擊。昨天美軍擊沉8艘，他們平均每天擊沉8艘，是每天擊沉8艘這個伊朗的小快艇。實際上我也看了那個視頻，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伊朗的小摩托艇在美軍的艦艇還有油輪附近轉悠。我看完之後，我就感覺，我就深深的擔憂那個摩托艇多轉2圈，它萬一沒油了怎麼辦？它都回不去，那摩托艇能帶多少油？所以說，這種摩托艇估計是開到油輪附近啊，轉2圈，或者是開到美軍軍艦前面轉幾圈，趕緊撤，不撤你就回不去了。那種摩托艇對美國的軍艦是造成不了任何損失。路透社中東頻道2020年5月8號上午8點20分。也就是最新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對記者表示，美國正在與伊朗進行談判。雖然雙方在霍爾木茲海峽發生了擦槍走火，按照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說法，美軍不光是對摩托艇進行打擊，還對霍爾木茲海峽沿岸那些什麼導彈發射陣地
什麼無人機發射陣地都進行了打擊。但是打擊歸打擊，談判還在進行中。那根據媒體報道，他說5月7日晚至8日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島以及阿巴斯港附近多次傳出爆炸聲。8日凌晨，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司令部發言人發表声明稱，美方與部分地区國家合作，對伊朗哈米尔、伊里克以及格什姆島沿海民用區域發動空襲。據報道，伊朗防空力量在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島上空擊落2架敌对飛行器。報道稱，當地時間8日凌晨，伊朗南部的米纳普地區也傳出爆炸聲，也就是美國中央司令部的這個打擊範圍還不小。而這個在特朗普看來，這叫輕微懲罰。當地時間5月7日，央視記者獲悉，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美軍剛剛對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實施打擊。這位官員表示，此次打擊並不意味着戰爭的重啟，也不意味着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協議就此終結。特朗普為什麼對談判這麼感興趣？特朗普似乎現在對談判有濃厚的興趣，而且是抱有一定的希望。而且據說就在這2天，美國和伊朗要達成這個14點的這種叫諒解備忘錄。實際上這個也不能怪特朗普，是因為伊朗內部現在變化特別快。伊朗內部的這些變化讓特朗普認為，或者讓特朗普判斷，覺得談判是有可能的。那伊朗內部有什麼變化？大家也知道，伊朗的強硬派衛隊的司令瓦西迪，大家想象一下，為什麼特朗普一邊在跟伊朗談判，一邊伊朗這邊又要動手擦槍走火？實際上這就反映出伊朗內部是高度的分裂。穿西裝的那邊還在跟特朗普講故事，各種承諾，各種博弈，各種忽悠特朗普，讓特朗普產生興趣。這些穿軍裝的革命衛隊在霍爾木茲海峽就在擦槍走火，破壞談判。這個就是伊朗內部的一種分裂的一種表現。前不久，伊朗對阿聯酋實施打擊，放了4顆導彈，3顆被擊落，還有1顆掉海裡，還有無人機擊中了阿聯酋的一些石油化工区，還有港口。媒體報道，伊朗總統佩泽西強為此跟革命衛隊翻臉，指責革命卫队打擊外國的同時沒有向政府報備，也沒有向政府溝通，政府的外交努力全部前功盡棄。所以這個反映的都是伊朗內部已經亂成一鍋粥，所以才會出現這邊美國和伊朗差點就要達成14點的停火諒解備忘錄了，那邊晚上在霍爾木茲海峽就開始擦槍走火。所以大家把聯繫到一起一想，你就知道問題不是出在特朗普這兒。這特朗普雖然這個人滿嘴跑火車不着調，但是現在問題都在伊朗這兒，伊朗是群龍無首，你不知道誰說了算。那更有意思的是，今天我看媒体都在報道，伊朗總統佩泽西强終於在2個多月之後跟他們的新領袖穆杰塔巴接上頭了。2個人一聊就聊了2個半小時，而且這個在伊朗大肆宣揚，這就很有意思了。伊朗媒體7日報道，伊朗總統佩澤西强與伊朗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日前舉行了會面。我看新華社、什麼俄羅斯通訊社等等各大媒體都在報道。根據佩澤西強的說法，會面氣氛友好，雙方交流了近2個半小時。這個佩澤西強說，這次會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最高領袖的待人方式、看問題的視角以及謙遜而真誠的態度。這種態度將交流環境轉變為一種基於信任、平靜、共情和直接的氛圍。他還說，整個交流完全沒有隔閡，坦率直接，並充滿親近感與信任感。同時，根據這個伊朗學生通讯社5日報道，伊朗總統辦公室一名官員否認有關佩澤西強可能辭職的傳聞。無風不起浪，就在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強幹不下去的時候，他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都被革命衛隊瓦西迪一頓火力輸出，他就付之东流。政府這邊的努力沒有任何用處，而且特朗普他的耐心已經到了極限，佩澤西强肯定是扬言要辭職不幹了。在這個緊急關頭，穆杰塔巴可能是會見了佩澤西強，當然了，佩澤西強肯定也想要見到這個最高領袖，要直接溝通，就不想通過瓦西迪傳話。伊朗現在是叫什麼？瓦西迪革命衛隊強硬派挟持了穆杰塔巴，穆杰塔巴在衛队的控制之下、掌控之下，穆杰塔巴見誰不見誰，恐怕都他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佩斯希奇扬就在外界放风，是吧？他想见穆吉塔巴都见不到，这前几天咱们節目介紹了。那估計穆吉塔巴也是想盡辦法突破種種封鎖，要會見佩斯希奇揚。佩斯希奇揚揚言辭職，如果再這麼下去，乾脆撂挑子不幹了，我也解決不了，不如一走了之。所以這種情況下，這個媒體說佩斯希奇揚和穆吉塔巴會面，這個本身就是個非常強烈的信號。這是個什麼信號？這個信號至少讓特朗普又產生興趣了。因為以往特朗普都說了，跟伊朗人談判不知道是跟誰談，到底誰能做主，一會兒這麼說，一會兒那麼說。特朗普肯定是相信了佩斯希奇揚的，穿西裝的，但是佩斯希奇揚說了也不算。這回你看佩斯希奇揚釋放的什麼？釋放的是我已經跟最高領袖取得了聯繫，而且最高領袖你看他這個表示什麼意思啊？最高領袖相信他，信任他，基於信任嘛，共情，而且談了2個半小時。那言下之意就是佩斯希奇揚，我現在有尚方寶劍，我現在已經跟最高領袖取得聯繫，我們現在這個方針主張跟美國談判等等都是最高領袖同意的，不就這意思嗎？那特朗普一看這個，所以他又產生興趣。雖然晚上開火，雙方互毆，但是特朗普說這只是小小的懲罰，這不算是破壞停火。那言下之意還接着談。所以大家想一想，這就是恰恰說明這個伊朗內部群龍無首，這個穆吉塔巴到底能掌控局面到什麼程度，這很難說。在我看来，我現在懷疑這個穆吉塔巴會見這個佩斯希奇揚，有點《三國演義》中這個叫漢獻帝的衣帶詔。因為穆吉塔巴他是在衛隊的掌控之中，這個時候的衛隊就有點像《三國演義》裡面的那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挾持了漢獻帝。這漢獻帝怎麼辦？就只好把董承是吧叫來，送他一個褲腰帶，完了跟他說，這賜給你一個褲腰帶，你回去好好看看。那董承當然心生領會，把這褲腰帶拿回去之後，剪開一看，裡面衣帶詔，趕緊出去聯絡有識之士，拯救皇帝於水火之中，大概這意思。穆吉塔巴斥責這個革命衛隊瓦西迪叫欺君罔上，敗壞朝綱，讓佩斯希奇糾集忠義之士，誅殺姦打，就是衛隊恢復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政權。所以佩斯希奇拿了衣帶詔之後激動不已，立馬就召集媒體對外放風。現在我已經跟最高領袖跟穆吉塔巴已經取得聯繫，穆吉塔巴不是像瓦西迪說的那樣要跟美國死磕到底，要什麼？我們現在要談判，要搞經濟建設，什麼要跟美國打到底，那都是瓦西迪，都是革命衛隊假傳聖旨。總體上從特朗普的角度来看，那似乎這個穿西裝的佩斯希奇揚這一派力量更加強大，某種程度上是得到了最高領袖的授權。這就是我認為的特朗普為什麼最近對跟伊朗談判抱有希望主要原因。但是我還可以斷言，也就特朗普最終還是要失望的，即便穆吉塔巴支持佩斯希奇揚也沒什麼用。目前穆吉塔巴還改變不了，擺脫不了他個傀儡的這種角色。5月7號，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馬利基表示，伊朗方面對於美國就結束衝突進行的談判持悲觀態度。馬利基指出，整個政府都對與美國的談判持悲觀態度。為什麼？因為伊朗人民也感到悲觀，我們對此不抱任何希望。馬利基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的言論讓伊朗無法接受，同時由於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行動，當前的談判局勢變得更加複雜。他強調，對話本身已經黯然失色。根據以色列媒體報道，以色列官員表示，一項潛在的美伊協議將無法滿足以色列對伊朗核計劃、彈道導彈和地區代理人網絡的戰爭目標。這個咱們以前節目就反覆強調了，美國的目標相對簡單一點，就是核問題。那以色列人的目標，核問題還要加上彈道導彈，還要加上地區代理人的問題。那中東那王一國，那目標比以色列還大，他們潛台詞是要顛覆毛拉政權，不僅是核計劃、彈道導彈問題，還有地區代理人網絡問題，還要顛覆政權。所以在這裡面，特朗普的計劃還相對簡單一點，就是把核問題解決。所以那美國、以色列、伊朗達成的協議，他沒有辦法滿足以色列的需求。以色列官員們擔心，該協議可能會讓伊朗的彈道庫存基本不受影響，向伊朗釋放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並限制以色列國防軍在黎巴嫩的行動自由。一些人警告稱，以色列軍方可能會變得束手束腳，無能為力。
以色列還對鈾濃縮限制可能僅持續15年感到失望。一名官員將該提案與奧巴馬時代的核協議相比較，並質疑這如何能阻止伊朗最終重啟核武器計劃。以色列官員稱，大部分國防機構支持繼續對伊朗施壓，認為伊朗政權內部正在削弱，任何協議都將為伊朗提供一條生命線。他稱，即將達成的協議對以色列來說很糟糕，聲稱伊朗很可能從一開始就違反協議。所以說，內塔尼亞胡最近要到美國訪問，要當面去勸特朗普。但即便是美國的目標核問題，美國和伊朗之間恐怕也很難達成最終的協議。當地時間7日，記者獲悉，伊朗伊斯蘭議會議員賽义迪表示，沒有任何鈾被移送出伊朗。這個賽義迪表示，鈾濃縮權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釋放國家資產是不可談判的紅線。赛義迪還說，美方關於400公斤鈾從伊朗運出的說法純屬政治吹噓與徹頭徹尾的謊言，沒有任何鈾被移送出國。所以特朗普把這個希望寄托在穆杰塔巴身上。穆杰塔巴跟佩泽西奇揚已經取得聯繫，這個政令通暢。我說這個沒有什麼卵用。穆杰塔巴他敢不敢答應這個特朗普把這個400公斤濃縮鈾送到美國去？如果他答應，那他這個最高領袖在伊朗恐怕有可能被换掉，就是他的權威不夠，他也不答應吧，特朗普就接受不了。穆杰塔巴他能就抑制或者叫管控或者叫掌控伊斯蘭革命衛队嗎？他掌控不了强硬派。所以說，即便按照最好的設想，這個穆杰塔巴、佩泽西奇揚他們合作，跟特朗普達成了這個核協議，在國內忽悠這些叛叛們，但是這個能忽悠多長時間？最後叛叛們，最後革命衛隊這些強硬派很有可能要東山再起，你這協議是白簽了，對吧？這一點還是以色列人想得明白。實際上擺在特朗普面前的路實際上只剩一條，就是給毛拉給神棍致命一擊，還要再來一輪，否則照目前這個形勢，這要成為一個爛尾工程。我們再看這伊朗國內，英國的《衛報》7日報道說，伊朗幾乎每天都秘密處決囚犯，家屬遭施壓、噤聲，甚至無法領回遺體。多個人權組織及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政府近期幾乎每天都在秘密處決囚犯，部分死者家屬甚至在行刑結束後才得知消息。當局不僅拒絕歸還遺體，還對家屬施壓，要求不得對外發聲。英國《衛報》7日報道稱，自今年3月以來，伊朗至少已經處決24人，引發外界對數百名因參與反政府抗議或被控從事間諜活動而遭拘押人員處境的擔憂。多個人權組織警告，伊朗政府正借當前戰爭與地區緊張局勢，加大對國內異議人士的鎮壓力度，並呼籲國際社會介入關注。怎麼關注啊？這些裝貨你關注有什麼用？你在那兒做法，魔法打敗魔法，你在那兒禱吧，祈禱這個毛拉，祈禱這個神棍良心發現，放下屠刀。你還指望对吧？只有特朗普這種人去收拾他。這也是我為什麼不理解那些穿黑老是黑特朗普，在這個朗子問題上老黑特朗普有什麼意義？你看看毛拉現在正在處決他們的所謂的囚犯，來找個借口鎮壓異己嗎？這些裝貨有什麼辦法嗎？這是抗議還是譴責？有用嗎？所以說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用導彈把他們送走，這是最好的辦法，這就是大快人心。這個總部位於挪威的人權組織伊朗人權組織指出，僅最近一輪統計中，伊朗自3月以來就已至少處決24人，其中有6人是在短短2天內被執行死刑。人權組織擔憂，目前仍有數百人可能面臨死刑，其中包括參與今年1月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的抗議者，以及在伊朗與美國、以色列衝突期間被控從事間諜活動的被拘押人員。與此同時，伊朗已實施超過2個月的網絡封鎖，導致外界與境內聯繫愈發困難。不過，仍有部分人士通過加密通訊軟件以及衛星網絡傳出語音信息，對外披露相關情況。聯合國伊朗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援引當地人權組織數據稱，伊朗在2025年至少已執行1600起死刑。顯然，雖然人權組織批評伊朗當局
借戰爭混亂打壓異見人士，但目前多數被執行死刑者仍涉及毒品或謀殺等刑事案件。當然了，你犯法了，毒品、謀殺這些，那肯定還得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是異見人士，人家只是發表一些不同的見解，只是批評當局不對的地方，這個也要遭到打壓。這是英國《衛報》7日報道。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以色列人分析的沒錯，任何跟伊朗達成的協議，只會讓這個邪惡的這個貓拉呀苟延殘喘，得到喘息，他們會變本加厲。伊朗議長加利巴夫告訴伊朗人勒緊褲腰帶，要為經濟戰的新階段做好準備，接受緊縮，就是通縮、物價上漲和更多犧牲。他敦促節儉作為政權最有效的導彈，警告可能面臨軍事威脅和恐怖襲擊，並推動一項新的巴斯基民兵支持的共情伊朗運動。你看看，就在關鍵的时候，特朗普一鬆手，猫拉政權立馬就露出他的猙獰的面目，他這個邪惡的一面，號召老百姓勒緊褲帶幹什麼？未來還是要搞導彈、搞核武器，還是要輸出革命啊！最後我們再看看財新網的一篇報道，這是財新網5月7號，它的報道的標題叫一艘中國郵輪及多國商船被襲，美伊爭奪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何時休？根據這份報道，他說5月4號，一艘中國船東所有的大型成品郵輪在霍爾木茲海峽入口處阿联酋阿尔杰爾港外海遭到襲擊，船只甲板起火，是遭到打擊了，而且甲板起火。儘管該船只上面標有醒目的中國船東及船員字樣，這標識那意思就是老鄉別開槍，是自己人，就這意思。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別開槍，我們是自己人。它上面寫着醒目的中國船東及船員，但仍遭到攻擊。那有人就說了，那不是美帝打的吧，对吧？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他们的海軍。知情船東人士告訴財新，這是首次有中國郵輪被襲擊，心理上很難接受。一名國際海事機構分析人士告訴財新網，中國郵輪被襲是地區局勢升級的重要信號。伊朗此次突然對霍爾木茲海峽及周邊水域的商船加強襲擊，是因為受美國推出海峽自由計劃及護航商船行為的刺激。5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於中東當地時間4日上午在霍爾木茲海峽開始疏導行動，引導被困船只駛離海峽。特朗普將這項命名為自由計劃的疏導行動定位為人道主義行動。阿克西奧斯新聞網報道稱，從5月4日開始，美國海軍將協助懸掛美國國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為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開水雷的建議，並隨時準備在伊朗發動襲擊時進行干預。這個財新網說，作為反制措施，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的塔斯利姆通訊社5月4日報道，伊朗已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新的海上管控區，就是海上管控。他把這個管控區劃到哪裡了呢？該區域覆蓋了阿曼和阿聯酋的領海。你說這你不能因為你被美國打了，對不對？你把人家阿曼和阿聯酋的領海都劃為自己管控區，包括阿聯酋的富查伊拉港，就是阿联酋的港口都歸這個伊朗管控。該港通過石油管道和波斯灣內的油田相連，目前是阿聯酋最主要的原油出口港。中國等國油輪裝載阿聯酋原油，目前只能依靠該港，也就是咱們去阿聯酋拉油也是在富查伊拉港，結果朗子就把咱們的船給炸了。這不知道胡静老師怎麼評價，也不知道印度的盤盘們是怎麼看待這個事。印度的盤盘們知不知道自己在支持是什麼樣的一個政權？這是財新網報道的，這不是誰編造的。可以說美伊局勢或者叫波斯灣的局勢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微妙的時刻，隨時也可能這個爆發大戰，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